成都市运会刷过，咱台湾拢总摕到5块金牌、6块金牌、甲4块铜牌好成绩。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接见选手，也宣布运动部今年9月初9就会正式挂牌，预算的规模是248亿。2025成都世界运动会顶一日刷过，咱国代表队摕到5块金牌、6块银牌、甲4块铜牌，创下境外上好的成绩。总统赖清德拜时早起接见代表团的选手、教练甲队职员。总统致辞的时阵，除了肯定选手优秀的表现，还阁特别讲到百万健力的选手杨心，伊伫男子装备超重量级摕到金牌，而且破世界纪录，嘛互国际看到咱台湾。谢谢你把台湾扛起来，扛给世界看哦！你是台湾族的勇士，是台湾的大力士，哇！那咱国女子有大数的代表队，伫即届世运会表现嘛真好，500公斤级的比赛连续7届胜利，摕到金牌，嘛是有史以来6连霸的纪录。世运会每4年举办一次，不只是国际竞技赛的舞台，更是检验我们坚持与信念的时刻。赖清德讲，运动部会伫今年9月初9国民体育日正式挂牌成立，代表政府有决心要全力支持体育的发展，还有选手培育甲运动平权。而且行政院早起嘛决定115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，运动部的规模有到200亿。明年115年度属于大家的国家的运动部的经费达到248亿元，史上第一高。行政院长杜英台讲，未来会增设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，强化这项全民运动甲运动产业的事项。无论是运动科学或者是运动产业，拢会引进创新的技术，嘛期待所有的选手伫咧国际比赛会当继续为咱台湾争取公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